做咩？未叫我靚女啊？你有啲唔妥喎。吓？我有咩唔妥啊，老細？我上有老下有亂，你冇嚇我喎。骨子一算，你有我有，要咩啊？濕氣重。唉，嚇死我啦！仲要有咩喎？咁有咩辦法啊？你落去買啲雞腳同埋味豆上嚟啦。好，天時熱咧，開冷氣啊，一出一入，一冷一熱，濕氣重啊，整一個味豆雞腳湯，去嗰啲濕。注意啦喎，好多人唔知道點配搭，有3個重點嘅喎，大家要收藏起身，點翻個讚俾羅記啊！第一個一定要落茯苓同埋陳皮，第二個揀雞腳非常重要，呢啲咁大隻嘅呢，脹卜卜呢就係雪藏嘅雞腳，我呢就中意呢啲新鮮識走地嘅雞腳，整佢一斤骨都入味啊！第3點，屋企有沙蟲嘅呢，放少少沙蟲，沙蟲要炒下佢喎，唔怕咁寒，不過有陳皮補救翻。準備啲瘦肉，處理雞腳，重點凍水落鑊，放啲白醋，雪藏雞腳都冇騷味啊！一落咗啲醋啊，乜邋遢嘢浮晒出嚟啊！沙蟲都要處理下佢啊！乾鑊唔使放油嘅，沙蟲點解要炒呢？響水入邊有少少濕同埋寒，微微火炒，炒到佢金黃色。咁好啦，呢啲沙袋嚟嘅，兩頭兩尾剪咗佢，咁樣剪開佢，咁樣再去浸水。沙蟲啊，咁樣去清洗，點會仲有沙？7樣材料處理好啦，煲湯都有先後次序放落去噶，唔係陣間雞腳唔見晒啊！雞腳同埋沙蟲最後尾先放，我哋先放咗呢5樣材料。點解外邊啲湯咁好飲呢？有講究噶。嗱，茯苓、蘭出味、陳皮呢啲先放落去，花生浸佢半個鐘，味豆都要先放，先煲30分鐘，再放其他。放埋啲雞腳，放埋啲沙蟲，再煲多佢1個鐘頭，飲得噶啦！哇，香晒啊！廣東人就知道嗰碗湯嘅含金量噶啦，快啲收藏起身，煲俾屋企人飲啦！多謝你關注羅記喎。